经济部长王美花今仔日伫立法院接受到质询，伊讲部分的地区水情的灯号已经互调整为提醒的青灯。部长是提醒民众爱较严啊用水的。另外，有关电火钱，地方政府希望会当来冻起，因为都今仔起这个电火钱了后，包括着坐运、客运等等的票价，嘛对咧起价。 气象预报未来一季落雨量偏少，台湾敢会面对欠水的危机。水利署长安尼讲：枯水的状况再发生一次，我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接受质询，罗建成有信心，不过面对大水期各地水库敢真正无问题。经济部水利署已经将特定标准地区水情灯号调整到是提醒的青灯，呼吁民众爱较强烈用水。前一阵子因为春耕哈，所以农业的灌溉出水有2.6亿吨哈，所以让这个目前的水库这个水位比较下降的比较多。虽然经济部统计结果，全台湾主要水库欠水率维持伫咧4-9成，不过看到水库的水情，一湾水库敢若有34.7%，新竹苗栗台中的水库嘛敢有30%至45%左右。台中石冈北、台南北河水库甚至有效欠水率无到20%，欠水危机近在眼前，若无水会互人烦恼。电价调起，恐惊嘛共款起呐。现在如果电价调涨，对于北捷是非常沉重负担，所以我们希望中央能够对于北捷冻涨电价或者是有优惠方案能够不要让北捷调涨票价，才能够达到提高运运输的比例。经济部已经明仔载召开电价费率审议会，确认4月电池。不过，唔若一般民众紧张，地方政府嘛批并啊直言，特别这份电池就占营运成本13%。过去2年，电池都已经超过34%，负担已经真沉重。铁路啦、公路啦，还有这个捷运的部分，那我们去年也这个。 启动相关的节电措施，那也有相关的补助。那特别这份代替嘛伫咧讨论票价调起方案，各道公路客运嘛拢来起价。高铁虽然还未对着天，不过高铁便当已经抢先起10块。4月开始，敢可能面对水电当中起，和各界拢烦恼起来等。 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